喺呢度我就示範同大家一齊砌一版網站嘅頁面。嗱，咁而家大家見到呢一版係吉嘅，未有內容喺裏邊。咁首先我哋加入兩個最簡單嘅儲存格，基本上你跟住我嘅示範嚟撳就可以噶啦。嗱，例如我想喺上面呢一度加入一個走馬燈，咁我就喺上面呢一個儲存格呢一度撳加號，咁左手邊就會出現一啲內容嘅板塊，我哋只需要選擇一啲自己想要嘅內容板塊，再拖入去個框架裏面就可以噶啦。例如我選擇呢一個 Image Carousel， 即係圖片嘅走馬燈，咁我就撳住佢，然後再拖入呢一個儲存架裏面。咁拖咗入去之後，暫時呢一度係冇嘢嘅，咁我哋就要喺左手邊呢一度加入翻我哋想要嘅圖片。咁我就喺呢一度撳加號，然後就喺呢一度揀翻我之前預備嘅3張圖片，然後再撳建立圖庫呢一個按鈕，然後再撳插入圖庫。嗱，咁你就見到呢個走馬燈已經有3張圖片插入咗，但係咁你見到呢3張圖片而家展示出嚟係唔完整嘅。因為佢一開頭幫我哋默認咗用一個細小嘅正方形模式展示出嚟，咁我哋就需要喺左手邊呢一個 Image Resolution 呢一度揀翻做 Full， 即係整張圖片展示出嚟。咁你就見到呢3張圖片就已經完整咁樣展示出嚟啦。咁但係當然我就覺得一次過展示3張圖片就太細啦，咁我就喺呢一個 Slide to Show 呢一度揀做1。嗱，咁你而家見到個走馬燈就每次只係展示1張圖片出嚟，然後就3張循環咁樣碌落去。咁下一步我就喺下面呢一個儲存框加入一個標題，咁我就喺呢一個儲存格裏面撳呢一個加號，然後再喺左手邊選擇翻 Heading 呢一個板塊，然後再拖過去。嗱，咁呢一個標題嘅板塊就已經拖咗入去啦。咁我哋就喺左手邊 Title 呢一度輸入翻想要嘅文字。例如我輸入所有文具，咁然後我就喺下面加入多一個儲存格，然後同樣喺呢一個儲存格裏面撳加號，然後再喺左手邊揀我想要嘅內容板塊。例如我今次想入一啲嘅產品展示，咁我就喺上面呢一度搜索 Wool， 咁你就見到一個 Wool Products 嘅板塊出現咗，咁我就將呢一個板塊拖入去。咁你就即刻見到有6個產品加入咗落呢一個儲存格裏面。嗱，咁我就想喺呢一版展示晒所有產品，咁冇理由得6個咁少㗎。咁我就喺左手邊撳 Git 呢一格，然後再喺 Load More Button 呢度開着佢。咁然後你就見到喺呢度出現咗一個 Load More Button 嘅按鈕。咁當個顧客入到嚟呢一度撳呢一個按鈕嘅時候，咁佢就會再 load 多一啲嘅產品出嚟。如果你唔中意 load more 呢一個英文字，其實你係可以改嘅。例如我喺呢一度輸入更多產品。嗱，咁我就睇一睇個版面先。嗱，睇落成個版面其實都好唔錯啦。咁我就喺下面再加入多一個儲存格。嗱，咁喺呢一度提一下啦。咁其實呢啲嘅儲存格係可以無限咁樣加落去嘅。咁同樣我就喺儲存格呢度撳加號，然後喺左手邊揀翻 Wool Product 呢一個板塊，然後再拖入去。嗱，咁呢一度呢，我就想轉一轉個產品展示模式。咁今次我就想轉用一個走馬燈嘅模式嚟展示產品。咁我就喺左手邊呢度 Layout 呢一度揀翻 Carousel。嗱，咁你就見到產品就用一個走馬燈嘅形式展示咗出嚟。另外就喺 Carousel Option 呢一度調校翻每次展示出嚟嘅產品數量。嗱，咁你而家見到個走馬燈，佢呢度係每次展示緊3個產品嘅。咁我就想改為5個，咁我就喺 Products to Show 呢一格輸入5。嗱，咁你而家就見到呢個走馬燈每次打橫咁樣就展示咗5個產品出嚟。咁另外咧，呢一度就係調校走馬燈裏面總共有幾多個產品。咁我就試下撳20。嗱，咁你就見到下面呢度咧有20個點出咗嚟，咁即係話呢個走馬燈裏面有20個產品啦，已經有。咁而呢20個產品就會慢慢輪流咁樣碌出嚟。咁另外呢度 Auto Play Slides 呢一格，我建議可以開着佢，
咁開着咗之後，咁當個顧客入到嚟呢一版嘅時候，咁呢個走馬燈就會自動咁樣碌啲產品出嚟。嗱，咁我就睇一睇整個版面先。嗱，你而家見到呢個走馬燈係會自動咁樣喐嘅。咁我最後啦，試下喺下面加入一個左右雙框架嘅儲存格。咁我就喺左手邊嘅儲存格呢一度示範加入一條影片。然後就想喺右面一個儲存格加入一個地圖，咁我就搜尋 Map， 咁然後就見到一個 Google Map 嘅板塊出現咗，咁我就將呢一個板塊拖過去。嗱，咁你就見到已經出現咗一個 Google 嘅地圖噶啦。咁我哋就喺 Location 呢一度入翻我哋想出現嘅地址，例如我輸入新都城二期，咁我就已經喺地圖呢一度展示咗新都城二期嘅位置。如果你覺得呢個地圖太遠嘅話呢，咁你可以喺 Zoom 呢度校翻你想要嘅距離。例如我輸入18，睇落就可能太近，咁我就試下揀翻16。咁我就覺得而家就差唔多啦。另外我就想喺影片呢度加入翻一條我想要嘅影片，咁我就喺影片呢格撳佢右上角嘅一個粉紅色嘅 icon 仔，然後我就去 YouTube 嗰一度揀翻一條我想插入嘅影片。例如我想將呢一條新都城二期嘅影片插入去，咁我就喺 YouTube 呢一個版面裏面撳分享呢一度，然後再將呢一條片嘅連結複製。咁然後就去翻我哋嘅版面啦。咁喺左手面拎呢一度就將啱啱複製嘅連結黐翻上去。嗱，咁你就見到新都城二期呢一條影片咧就已經插咗入去我哋嘅網站裏面。咁今次嘅示範就先講到呢一度。